Taste of Fat。截至2025年12月1日，分析港股通14個大板塊資金流向，再剔除交易所買賣基金。如果睇5日資金流，表現最好嘅板塊係互聯網和科技，大概流入資金119億，而其中9988阿里巴巴大概流入資金102億。而表現最差嘅板塊係工業產品，大概流出資金15億，而其中981中芯國際大概流出資金12億。如果睇一日資金流，而最好表現嘅板塊都係互聯網和科技，大概流入資金22億，9988阿里巴巴大概流入資金13億。而表現最差嘅板塊係金融服務，大概流出資金4億，2328中國財險大概流出資金3億。港股通5日持倉百分比最大增幅股票分別係2562思騰控股、2465龍盤科技、638廣和通、2202萬科企業分別增加5.8%、5.8%、3.8%、3.8%。港股通5日持倉百分比最大跌幅股票分別係2828恒生中國企業、3069華夏恒生生科、2800盈富基金、3759康龍化成分別減少2.7%、2.6%、1.9%、1.8%。14個大板塊，港股通5日持倉百分比最大增幅股票：互聯網和科技、電信、基建、地產建築、資源、消費商品、運輸、工業產品、綜合企業、消費服務、交易所買賣基金、能源、醫藥、金融服務。以下只係經過粗略計算所展示資金流排列，可能跟實際數據有出入。下圖展示南向資金流入頭100大股票，下面一行展示頭50大股票，而上面一行則第51至100。每一支巴長度代表資金流入數額，長度越長代表資金流入越多，而每一支巴上嘅數字代表資金連續流入嘅日數，連續流入日數最高就用黃色表示。如果喺頭50大南向資金流排列之上，再加上相關股票嘅陰陽燭圖，喺新加部分嘅第一行裏面，黃色粗線為南向資金持倉比率，右邊 Y 軸為相關百分比數值，第三行為相關股票港股通南向資金流，紅色代表資金流出，綠色代表資金流入，而每一支巴上嘅數字則代表相關股票當日南向資金流入或流出嘅排名。頭10大南向資金流入嘅股票分別係9988阿里巴巴、763中興通訊、3690美團、1288農業銀行、3968招商銀行、2318中國平安、9880優必選、175吉利汽車、9660地平線機械人，最後係1810小米集團。如果由最大資金流入改為最長連續流入日數，頭10大最長連續流入日數股票分別係66號港鐵公司、3968招商銀行、1193和潤燃氣、83號信和置業、6818中國光大銀行、1766中國中車、177江蘇寧滬高速公路、3360遠東宏信、1816中廣核電力，最後係548深圳高速公路股份。如果將第一幅圖轉90度重新排列，顏色改為以板塊去劃分，再按呢100隻股票不同板塊資金流入總和去排列，可見頭5大南向資金流入板塊分別係互聯網和科技、電信、金融服務、消費商品、工業產品。如果將呢100隻股票劃分為4個強弱類別，分別為弱勢、轉弱、轉強、強勢。暫時弱勢嘅股票有23隻，轉弱嘅股票有24隻，轉強嘅股票有33隻，而強勢嘅股票有20隻。維持強勢嘅股票可以劃分為9個板塊，股票數量有20隻。今日 Taste of Fat 4個部分已經完結，歡迎大家喺留言區發表意見。如果喜歡 Taste of Fat，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收看，如果有興趣，歡迎繼續收看。Taste of Fat。